小王子，聖修伯利。6歲時，我看到一幅美麗奇特的畫，一條蟒蛇在吞吃一隻野獸。於是我拿了一支彩色的鉛筆，完成了我生命第一幅畫。我把畫作拿給大人看，我問他們：我的畫是不是很可怕？他們回答我說：一頂帽子怎麼會很可怕？我畫的並不是一頂帽子，那是一條蟒蛇正在消化一隻醬。為了使大人了解我的意思，我畫出蟒蛇的內部。大人們勸我放下那些畫，把興趣轉到地理、歷史、算術和文法上面。就這樣，在6歲的時候，我放棄了畫家這事業。後來我選擇駕駛飛機，但是我常用第一幅畫在一些人身上做試驗。若他回答這是一頂帽子，我就不再跟他談論蟒蛇、原始森林和星星。從此我過着孤單的生活，沒有一個可以真正談話的人。一直到6年前，我的飛機故障，迫降在撒哈拉沙漠的時候，當時我很孤單，比漂流在汪洋裏的遇難者更孤單。第二日天剛破曉的時候，我被一種奇異的小聲音叫醒，那聲音說：請你給我畫一隻綿羊。我從沒畫過綿羊，我為他重畫生平的第一張畫。這位小人兒一看就說：不，我不要一條裝有醬的蟒蛇。蟒蛇是很危險的，而且醬太大了。我住的地方很小很小，我要一隻綿羊，給我畫一隻綿羊。於是我畫了一張又一張，他都不滿意。我不耐煩起來，我亂塗了一陣，塗了這樣的一張。我丟給他說：這是箱子，你所要的綿羊就在裡面。我驚奇地看到這位年輕的審判官，他容光煥發地說：這個正是我所要的。你認為我應該給這隻綿羊很多草嗎？為什麼？我說：因為我住的地方很小很小，一點點就夠了。我給了你一隻很小很小的綿羊。他把頭挨近那張畫說：不像你所說的那樣小。看，他睡着了。就這樣，我認識了小王子。為了了解他從哪裡來，我花費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。你從哪裡來的，我的小人兒？哪裡是你的家？你要把綿羊帶到哪裡？我問他很多問題，可是他從來不理會我的問題。要是你乖乖的，我還要給你一條繩子，白天可以把綿羊綁起來，還給你棕子。我的建議似乎冒犯了這位小王子。他說：綁起來？多麼可笑的念頭！假如你不把它綁起來，它會到處亂跑，它會走失的。小王子嚴肅地解釋道：這沒有關係，我住的地方非常非常小。後來我有充分理由相信小王子來自外星，那顆行星是星球 B612號。這顆星球只在1909年被一位土耳其天文學家看過一次。我如此不厭其煩地詳細說明星球 B612號，並且告訴你它的號碼，乃是由於大人們的緣故，因為大人們喜歡數目字。假如你告訴他們，這位小王子存在的證明就是他很可愛。他笑了，他要一隻綿羊。當一個人想要一隻綿羊，這就是他存在的證明。大人將會鬆鬆肩，把你看作小孩子。
但是假如你告訴他們，他來的那顆行星叫星球 B612號，這樣他們將被說服，他們不會再盤問你許多問題。大人就像這樣，不應該向他們過分強求。小孩子要對大人寬容。小王子的行星上住有一些可怕的種子，是巴歐巴樹的種子，猴麵包樹。行星上面的土壤常被它殘害。小王子告訴我說，這是有關紀律的問題。當一個人分辨出歐巴樹種子時，應該刻不容緩地把它除掉。這種工作很討厭，但很容易。幾天後，我慢慢了解小王子小小心靈的憂鬱生活。在那小小的行星上邊，他常常看落日餘暉。什麼時候他願意，什麼時候都可以看到落日的餘暉，因為只要把椅子挪移幾步就可以了。小王子說，有一天我看了43次落日。你知道，當一個人很憂鬱的時候，他就很喜歡落日的。這樣說來，看43次落日那天，你一定很憂鬱了。小王子沒有回答我，他卻不斷地問我一些問題。一隻綿羊，假如它吃灌木，它也吃花朵嗎？綿羊吃它碰到的一切東西，即使有芒刺的花也吃。是的，即使是有芒刺的花。原來小王子擔心他星球上那朵獨一無二的玫瑰花。在我們的行星上面，有位小王子需要安慰。我把他抱在懷裏，我對他說，你所喜歡的那朵花不會有危險的。我要給你的綿羊畫個嘴套，我要給你的花畫個護身罩。我不曉得怎麼說，我覺得自己很笨，我不曉得如何安慰他。眼淚的世界是非常神秘。小王子告訴我，有一天他的星球飄來一顆種子，不久萌出嫩芽花苞。原來是一朵玫瑰。玫瑰小心翼翼地選擇顏色，它一瓣一瓣地整理自己的花蕊。啊，是的，它艷麗極了。小王子一片好意地愛護它、照顧它，卻也無奈地生它的氣，因為他很在意他說的話。他變得抑鬱不樂，於是他決定去旅行。離開玫瑰花的小王子很後悔地述說着，當時我不懂得去了解他，我應該根據他的行為，而不是依據他的話語去判斷他。他使我充滿香氣，充滿光，我不應該逃走，我應該猜想得到他那些可憐的詭計後面蘊藏的溫柔。他是這樣的矛盾，但我當時太年輕了，我竟然不懂得愛他。小王子開始告訴我他的旅程，他到過星球第325號、第326號、第327號、第328號、第329號和第330號的地區。於是他開始訪問他們，他想在那裡找份工作，增廣見聞。第一顆星球上住了一位國王，那位國王穿一件滿身飾有黃鼠狼毛的汗紅色大禮袍，正襟危坐地在一張很簡單卻很威風的寶座上。這位國王認為全世界的人都是他的部下，他向每一個人發號施令。第二顆行星上面住了一位虛榮的人，虛榮者勸他說，請你鼓掌。小王子鼓起掌來，虛榮者掀起他的拇指，優雅地還禮。虛榮的人從來就只聽讚美的話。下一顆行星住了一位酒鬼。你在那裡幹什麼？我在喝酒。你為什麼喝酒？為了要忘掉。忘掉什麼？忘掉我的可恥。什麼可恥？喝酒的可恥。酒鬼說完他的話後，一言不發，像掉進沉默的深淵。小王子不知所措地走了。第四顆行星是實業的行星，這位先生很忙碌，以至於小王子到達的時候，
他年頭也沒有抬起來看一下。5億01622731，原來他一直在數星星，而且自認為擁有一切的星星。第五顆行星是很奇特的，它是所有行星當中最小的一顆，那裡只夠放一座街燈和一個點燈的人。小王子說：早安，為什麼你剛剛把你的街燈熄掉？這是信號。早安，點燈的人回答。信號是什麼？小王子問。就是熄掉我的街燈。晚安。但你為什麼重新把它點亮呢？星球一年比一年轉得更快，現在每1分鐘轉一次，而我連1秒鐘的休息時間都沒有。我必須每分鐘點一次，休息一次。第6顆行星有剛才那顆行星的10倍大，上面住着了一位地理學家，他不斷地編寫很厚的書。他從來不旅行，他建議小王子去探訪地球。小王子旅行的第7顆行星就是地球。計算起來，地球上面有110位國王，當然那不要忘記黑人國王，有7000位地理學家，有90萬實業家，750萬酒鬼，3億1100萬好虛榮的人，這就是幾乎有20億的大人。小王子一掉到地球就驚奇，為什麼看不見半個人？我生怕自己走錯了地方。當他看到有月光色澤的一個指環在地上蠕動的時候，他脫口而出：晚安，晚安。那條蛇說：我掉到哪個星球了？小王子問。在地球上，在非洲。那條蛇回答。蛇說：我能比一條船把你送得更遠。蛇又說：我可憐你，你這樣軟弱，孤單地站在滿布花崗石的地球上。我可以幫助你，要是有一天你很想念你的星球的話，我可以送你回去。小王子橫過地球沙漠，只遇到一朵花，一朵除了3片花瓣外什麼也沒有的花。他也不知在哪裡可以找到人。後來小王子爬到一座很高的山上。早安，小王子說。早安，早安，有聲音回答。你是誰啊？小王子問。你是誰啊？你是誰啊？你是誰啊？那聲音在回答。做我的朋友吧，我很孤單。小王子又說。我很孤單，我很孤單，我很孤單。那聲音仍然重複回答。不久，小王子來到一座開滿玫瑰花的花園。他對自己說：我以前曾因為有一朵全宇宙唯一的花兒而自認為很富有，其實我有的只不過是花朵很平常的玫瑰。這並不能使我成為偉大的王子。於是小王子伏在草地上哭了。就在那個時候，出現了一隻狐狸。你好，狐狸說。你好，小王子很有禮貌地回答。來跟我玩吧，小王子向他建議，並且說。我很悲哀。狐狸說。我不能跟你玩，我還沒有被馴養。什麼叫馴養？狐狸說。馴養就是建立關係。狐狸說。對我來說，你只不過是個小孩，跟其他成千上萬的小孩沒有分別。我不需要你，你也不需要我。我對於你也只是不過一隻狐狸，跟成千上萬其他的狐狸一模一樣。但是假如你馴養我，我們就彼此互相需要。你對於我將是世界上的唯一，我對於你也是將是世界的唯一。狐狸又說。你看見那邊的麥田嗎？我並不吃麵包，麥子對我沒有什麼用處。那些麥田並不會使我想起什麼。但是你有金色的頭髮，於是當你馴養了我，那些金色的小麥將使我想起你。我將喜歡聽風吹過麥田的聲音。小王子馴養了那隻狐狸。當分離的時候接近時，狐狸說：我想哭。小王子說：馴養了又要分離，這樣說來，你一點好處也沒有得到。我得到了，狐狸說，因為那些小麥的顏色。
狐狸又說：你先去看看那個玫瑰園，你將知道你行星上的玫瑰花是世界上唯一的。當你在回來向我道別時，我將告訴你一個秘密作為臨別贈言。當小王子將回到狐狸那裏，再見，狐狸說。再見，小王子說。狐狸又說：我的秘密很簡單，只有用心靈，一個人才能看到很清楚真正的東西，不是用眼睛可以看得到的。離開狐狸，來到火車站，看到匆匆忙忙的旅客，小王子說：這麼匆忙，他們到底在找什麼？看守人說：連火車司機也不曉得。看到一列火車過去，從相反的方向又有一列快車轟轟地過來。他們這麼快就回來了？小王子問。這不是同一列車，看守人說，這是對開的另一列快車。小王子問。他們不滿足於他們所在的地方？從來沒有人安於自己的地方，看守人回答。大人們常常不知道在尋找什麼，只有小孩子知道他們在找什麼。小王子說。小王子又說，小孩把時間花在布條縫成的洋娃娃上面，洋娃娃變得很重要。假如有人把他們的洋娃娃拿走，他們就會哭起來。他們很幸福，看守人說。小王子來到下一站，他說午安。午安，商人回答。他是一位賣悶和口渴藥的商人，只要一周吞一顆藥丸，整個禮拜就不再需要喝水，因此可以省下時間。小王子對自己說：要是我有空閒的時間，我要從容容地向泉水走去。我的飛機在沙漠裏拋錨已經第8天了。我一邊聽小王子說完商人的故事，一邊喝完我帶來最後的一滴水。我對小王子說：啊，你的回憶真美，但是我還沒有修好我的飛機，而且我一點喝的水都沒有了。假如我也能夠從容地向一口泉水走去，我也將很幸福。小王子說：我也口渴，我們去找一口井吧。當我們一言不發地走了幾個小時後，夜幕低垂，星星開始閃爍。那些星星很美，因為有一朵花藏在那裏，而我們看不見。小王子說：是的，我告訴小王子，不管是房子、星星或沙漠，使它們美麗的是看不見的東西。我們在破曉時分發現了一口井。小王子說：你知道嗎？從我掉到地球上來，明天就是1週年了。沉默了一會兒，他又說：我就掉在這附近。小王子計劃回家，他坐在高高的牆上，他兩腿垂掛，我聽到他和蛇在對話。小王子說：我今天就要回家去了。不久，他輕輕地像棵樹般倒了下去，甚至一點聲音也沒有，因為他是倒在沙地上面的。和小王子邂逅到分別，距離現在已經6年了。我從沒有將這個故事告訴過別人。我知道得很清楚，小王子已回到他的行星，因為黎明時我沒有找到他的屍體。請你仔細的看以下這幅風景，以便真確地認出它。假如有一天你在非洲沙漠旅行，假如有一天你經過，我請你不要走得太匆忙，請你在星光底下稍待一會兒。假如那個時候有一位小孩走近你，假如他笑了，假如他有一頭金色的頭髮，假如有人問他，他不回答，你猜想得到他是誰？那個時候，請你做點好事，不要讓我太傷心，寫信告訴我說
他又回來了。